siyosiy vaziyatlar, dunyo iqtisodiyoti, fan texnika, 5. Sultan ekranida. 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政府把3名维吾尔青年移交给中国。印尼政府于2020年9月16日不顾违反国际人权公约，将误判入狱6年的3名维吾尔青年移交给中国政府。移交给中国政府的这3名青年押送到东突厥斯坦之后，将面临非人道的酷刑、被杀害，甚至被贩卖器官等危险。自2017年来，中国对东突厥斯坦进行的种族屠杀成为国际媒体的报道中的热点。中国政府已经把300-500万穆斯林关进集中营，把穆斯林神圣的礼拜之地清真寺拆除，烧毁古兰经，把虔诚的教徒关进监狱，禁止男性留胡须，禁止女性戴头巾，甚至禁止结婚仪式中的宗教礼节。此后禁止进行诵经祷告，将伊斯兰教视为极端思想，让维吾尔女性强制做绝育手术，维吾尔人器官视为清真器官在黑市上贩卖等等。而代表着2亿穆斯林人口的印度尼西亚政府把这3名维吾尔人移交给对穆斯林犯下滔天罪行的中国政府，是既不符合穆斯林的信仰，也不符合保护人权的严重不负责任行为。作为穆斯林人口占绝大数的国家，却相信了践踏人权、侵占穆斯林的土地，在21世纪建立纳粹集中营、进行种族屠杀的中国政府，将遭受苦难的穆斯林移交给中国这个恶魔政府。在末日来临之时，你们将如何解释你们的行为？当今各国都在逐渐认识到中国政府残酷的面目。今年2月，中国病毒在全世界肆虐，印度尼西亚也因此有成千上万人失去了生命。你们能对得起自己的民众和自己的良心吗？我们作为海外维吾尔人，与国际人权组织和全世界保护人权的国家、地区和组织一起追究印度尼西亚移交这3名维吾尔人的政府官员的责任。我们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有以下要求：1. 立即调查移交维吾尔人的现状，并派团将他们救回来； 2. 对3名维吾尔人在海外的亲属进行赔偿； 3. 立即释放2名刑期已满的维吾尔人，并将他们移交给海外东突厥斯坦组织安排的国家； 4. 保证此后在印尼入狱的维吾尔人不会被移交给中国。若印度尼西亚政府不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我们将在全世界印尼使馆前游行，在国际媒体中宣传印尼严重不负责任行为。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国内和国际的威信都将受到严重影响。东突厥斯坦遭受中国政府的种族屠杀，已经到了种族灭绝的边缘。因此，为了拯救东突厥斯坦人民，我们将动员一切力量反抗中国的暴政。